你試想像下，人均盛惠65.9歐元，就可以坐喺一個仿凡爾賽宮鏡廳咁嘅環境入面，無限量任食7層高嘅大西洋龍沙塔即場用純銀壓榨機榨出嚟嘅鴨血醬，甚至挑戰一座獲世界紀錄認證，每日陳列超過500公斤嘅111種手工芝士博物館。更離譜嘅係，呢間餐廳一年收到超過230萬次訂位請求，最後只放36萬個幸運兒入場，單店年營業額高達2400萬歐元。佢就係位於法國南部小鎮納博山嘅 Les Grands Buffets， 全球公認嘅自助餐之王。喺呢個快餐同預製菜氾濫嘅年代，自助餐通常就係妥協嘅代名詞。流水線出品，低質冷凍海鮮塞飽你就算，但 Les Grands Buffets 一拳打爆呢個刻板印象。佢哋嘅廚房見唔到微波爐翻熱袋，只有一支嚴格按照19世紀法餐聖經烹飪指南運作嘅古典廚政兵團定價策略仲啲，魚子醬當果醬咁任不法國。聖雅克大扇貝漢堡製作嘅宮廷壓榨鴨，人均只收65.9歐。喺街邊食個普通套餐都可能要40-50歐嘅法國，呢個價錢低得令人心慌。究竟點解可以平到咁，仲要賺到盆滿缽滿？秘密在於絕對嘅確定性。你冇聽錯，事關全年365日，每日2場，500個位，永遠座無虛席。呢種100%入座率令餐廳可以提早幾年向供應商落一張精確到公斤嘅梗斷式訂單。大批量吞吐帶嚟嘅議價能力，令佢哋嘅原材料成本比一般單點餐廳低超過40%。你可能即刻會問：喂，咁如果個個食客都搏命食龍沙同鴨肝，唔係試到入肉，咁你又大錯特錯啦。創辦人路易斯普利亞利用超過30年嘅營運數據，構建咗一套食客行為概率分布模型。統計學話俾你知，人類嘅食量同情口喺大樣本下呈完美正態分布。每100個食客入面，真正可以由頭到尾淨係掃龍沙魚子醬同高級松露嘅極端大胃王，比例唔夠5%。絕大部分人食2塊牛油麵包、幾片火腿、一盤雜錦之後，個胃已經70%滿。而大量女性同長者食客會將大量配額貢獻俾視覺華麗但成本相對低廉嘅甜品區。呢班輕度食客帶嚟嘅極高利潤空間，喺數學上完美對沖咗少數黑洞級食客嘅食材拉選。講白啲，你嘅食量同情口早就被大數據睇穿晒。每位食客嘅人均食材成本由頭到尾都被鎖死喺盈利線之內，仲有更反行業常規嘅玩法走水。大多數餐廳靠開酒賺大錢，10歐元入貨賣50歐。Les Grands Buffets 推行嘅係酒窖原產地價格政策，餐廳內超過70種頂級葡萄酒，無論開樽定散點，售價完全同酒莊門口批發價持平，甚至平過你喺超市買一杯名莊紅酒，只需幾歐。呢招表面係零利潤，實際係極高明嘅引流工具同成本平抑機制。極平嘅酒水摧毀你嘅心理防線，大大拉長你嘅用餐時間。你飲多2杯酒精同水分就會進一步降低你對貴價肉食嘅戰鬥力，而且酒水零利潤帶嚟嘅口碑直接變成社交媒體上嘅最強彈藥，令無數對法國葡萄酒有執念嘅歐洲中產士呢度為聖地，心甘情願為張65.9歐嘅入場券瘋狂。但講到靈魂，一定係嗰座載入史冊嘅奶酪世界之窗。呢個唔係餐台，係一座真正嘅奶酪博物館。喺30米長嘅冷餐展台上，每日陳列並無限量供應111種源自法國本土及歐洲各地嘅手工高定芝士，創下世界紀錄。每日清晨，展台上會鋪設超過500公斤新鮮芝士。每年向各大微型農場同頂級熟成師訂購嘅總量達35000公斤，單係芝士年度採購預算
就固定喺40萬歐元以上。為咗維持呢項世界紀錄，餐廳專門配置咗4位全職乃洛士酒師級別嘅大師，佢哋唯一嘅工作就係終日駐守，用專業知識為你講解每一種芝士嘅熟成期、菌風味，並根據你點嗰杯酒嘅口味精準配對切片。呢111種芝士嘅構成係一張嚴密嘅歐洲地理標誌保護地圖，涵蓋法國11個主要產區嘅傳世經典，外加23種極具個性嘅歐洲珍稀品種，連極度重口味嘅利雅羅，同埋直接由法國蘇中爾山谷天然石灰岩洞穴調集4種唔同熟成週期嘅頂級羅克福爾藍紋芝士，都可以一次過試完。漢堡芝士大師會用瑞士特製旋轉刀具，將硬質修道院頭芝士削成玫瑰卷瓣，令冰涼嘅脂肪一擺入口就瞬間融化，爆發出濃烈嘅乳脂香氣。而展台中央由真實芝士堆砌而成，布滿長毛及菌嘅巨型金字塔，則無聲宣示住呢度對乳製品供應鏈嘅絕對掌控力。你可能又會問，既然需求咁啲，點解唔瘋狂擴張？喺巴黎、倫敦開分店，或者直接將500個位擴到2000，呢個正係佢哋商業邏輯最高明嘅地方。Les Grands Buffets 嘅地基係極致高級感同超低邊際成本嘅微妙共生。一旦脫離勒博生呢個高度集中嘅供應鏈，大本營或者盲目擴大單店面積，後廚嘅精英大廚兵團將無法維持高強度嘅宮廷手工菜輸出，蝕品완全風險亦會幾何級數上升。嗰種令中產託之若鶩嘅特權感同戲劇體驗亦會瞬間滅跡。因此佢哋刻意將座位數鎖死喺500個，利用唯一官方預約渠道人為製造極度稀缺性，令一張入場券變成含金量極高嘅免費社交貨幣爭奪。呢張飛嘅競爭慘烈過搶一票難求嘅演唱會。每年網頁收到嗰230萬次預訂請求，即係平均每日有超過6000人嗰時搶飛去爭每日2場共1000個位。預約系統參照航空公司嘅訂座倉位管理，要求你用信用卡質進行全額授信。一旦無掛得，咁將面臨每人65.9歐嘅全額罰款。與此同時，系統後台會根據歷史退單概率，喺極小嘅安全範圍內進行精準超賣。一有取消，候補名單上嘅電話會即時被智能客服激活，確保好午餐、晚餐大門開啟。嗰一刻500個餐位上坐滿嘅，永遠係精準就位嘅付費顧客，實現零空置。喺傳統自助餐模式，最大嘅成本殺手就係食物浪費。為咗令菜盤睇落豐滿，餐廳必須喺閉店前依然維持大量食物陳列，而呢啲最後冇俾人攞走嘅嘢食，只能全部倒去垃圾桶，損耗率通常高達30%以上。但 Les Grands Buffets 設計咗一套後勤感官監控系統，雖然食物無限供應，但某啲高價值嘅漢堡烹標站規定，每次只准取1份成品，喺心理上極大遏制咗你喺碟度亂堆食物嘅衝動。唔單止咁，每一個冷盤餐台底部都裝有感應稱重器，後廚備料線可以實時監察呢30米餐台上每一種芝士同火腿嘅消耗斜率。閉店前1個鐘，後廚就開始精準減產，用極小份量嘅精緻補盤維持視覺嘅飽滿。至於收工後殘存嘅微量安全餘量，餐廳絕不留過夜，而係將其變成員工福利，分派俾過百名員工。呢種近乎變態嘅浪費控制，令佢嘅食物損耗率被壓到2%以內冠絕全球自助餐界。如果想喺呢度見到加熱包同半成品，唔好意思，完全冇後廚。封閉空間內長年駐檢住一支由數名殿堂級主廚率領上百名專業廚師構成嘅龐大兵團。呢度嚴格遵循法餐之神奧古斯特·阿斯科菲耶喺1907年確立嘅古典廚政兵團制。廚房內部被嚴密劃分為獨立職能工坊，
醬汁大師用數十公斤牛骨、野味骨骼同新鮮草本，經過48時不間斷熬製，提煉被稱為法餐靈魂嘅母醬與衍生醬汁。燒烤匠人守喺數百度高溫嘅開放式炭火與大型廚舍烤爐前，面蓋被火光烤得通紅，精確掌控每一塊牛排、每一隻假咬嘅熟化程度。冷盤主管則負責考驗刀工與溫度控制嘅法式，肉凍酥皮肉醬嘅閒薄組裝與雕刻。當你喺前廳點單時，主廚會將你嘅請求大聲呼喊俾各個工位，廚師們喺火光與銀器交錯間即場擺盤，每一碟遞到你手上嘅皇家野兔或咬乾揀撈，其精緻嘅圍邊、細緻嘅醬汁、掛壁同完美嘅出餐溫度，都完全符合頂級美食指南嘅嚴苛標準。普利雅用呢種方式印證咗一個真理：工業化嘅規模同匠人手藝嘅尊嚴喺運籌學管理之下完全可以共生。當你跨越嗰座仿照盧浮宮設計嘅玻璃金字塔大門，映入眼簾嘅係對18、19世紀法國宮廷奢華美學嘅藝術考古。成個餐廳被劃分為4個風格迥異、極盡奢華嘅主題大宴會廳，每一個空間都喺度展示法蘭西藝術史嘅故事。拉風丹沙龍宴會廳嘅牆壁完全由昂貴實木護牆板包裹，上面镂嵌住當代頂級工匠純手繪嘅拉風丹寓言壁畫。古董水晶燈油和光線欄喺厚重嘅純銀餐具上，空氣中浸漫住老錢家族嘅沉靜同高貴。嚟到鏡廳，設計靈感直接複刻凡爾賽宮嗰座聞名於世嘅鏡廳，整面牆壁由巨大晶金巴洛克鏡面拼接而成，金色雕花線條喺鏡面折射下延伸至無限。喺度用餐，你嘅一舉一動都被無數面鏡子放大。頭頂係華麗嘅巴洛克天頂畫，四周上閃賴嘅燭光，枕上線數瞬間飆升。各處仲散落住普利雅家族珍藏嘅19世紀古董黃銅天平稱法、國學院派雕塑原作，以及嗰啲喺博物館先會見到嘅銀質餐具盛器。呢度嘅餐台佈置遵循最繁複嘅法式服務規範，質地厚重嘅純白亞麻台布必須經過按，唔可以有一絲摺皺。餐具必須擦實到冇任何指紋。高級瓷器必須按照嚴格嘅幾何間距精準排列。普利雅透過呢種近乎偏執嘅環境塑造，喺你嘅腦海完成一次認知洗禮。當你坐喺呢張閃愣住18世紀宮廷榮光嘅長椅嗰陣，你已經唔係一個企圖食窮餐廳嘅自助餐鬥徒，而係一位應邀出席路易14私人晚宴嘅法蘭西貴族。講完環境，輪到嗰啲幾乎喺現代高級餐廳絕跡嘅法式高定古典菜歐若拉之枕。冷盤區嘅鎮店神物，成個法式傳統熟食領域公認嘅珠穆朗瑪峰。呢道菜最早由19世紀美食界教皇讓安泰爾姆波利亞薩薩瓦蘭為其下口腰歐若拉設計，係一塊用巨型派皮包裹住超過10種珍稀野味同肉類橫跨3日製作嘅龐然大物。第一日係慘祭期，廚師將10幾種肉類鐵底去骨，切成特定厚度，浸泡喺由干邑白蘭地、砵酒以及秘製香草調配嘅巢汁入面，喺4度冷庫靜置24小時，等酒香炸透盡每種野味嘅蟲圍深處。第二日係組裝與成形。大廚用游入大量冰鎮豬板油嘅法式短酥皮做外殼，喺枕頭模具底端先鋪一層酥皮，然後按照一層清淡家禽肉、一層濃郁野味肉，中央安放整塊黑松露我乾嘅嚴格順序，將幾十根慘好嘅肉片層層重達壓緊，最後覆上頂蓋酥皮，並喺表面用黑刀手工雕刻出複雜嘅巴洛克捲草紋路。第3日係烘烤與灌汁，將呢個重達數10公斤嘅肉派送入焗爐，先以180度高溫將表皮迅速定型並烤至金黃，再調低至140度數進行5小時慢烤，確火耗中心溫度精確達到68度。出爐冷卻後，
肉類喺烘烤過程中縮水，會產生空隙。大廚此時會透過酥皮頂部嘅煙爐孔，用針筒將熬製咗48小時、含有極高膠原蛋白嘅澄清濃縮野味肉汁緩緩注入肉派，冷藏靜置12小時後先可以亮相。一刀切落肉汁封鎖，香濃到冇朋友。而全廳最具戲劇張力、最震撼視聽嘅盛宴，一定係招牌火焰壓榨鴨儀式。程序技術100%，繼承自巴黎最古老嘅傳奇三皇冠餐廳銀塔餐廳。當儀式開始嘅音樂響起，主廚會高舉一把長劍，劍上挑住一隻正紅紅燃燒住藍色烈焰嘅全鴨步入大廳。鴨皮已酥脆，上色內裏肉質依然柔嫩。喺眾人圍觀下，主廚以行雲流水般嘅刀工หั่薄片下完美嘅鴨胸肉與鴨腿肉，跟住全場最硬核道具登場，一部價值昂貴嘅特製純銀壓榨鴨機。主廚將剝離咗鮮肉嘅，正如全副鴨骨架同脊椎骨，當住所有人面前塞進壓榨機嘅銀質圓筒，隨住主廚用力旋轉上方搖臂，喺幾波省重嘅機械壓力下，鴨骨深處嘅骨髓、血水以及全部純正嘅鴨身汁液被生生擠壓出嚟，順住銀質稻槽緩緩流入鍋杯中。主廚以此濃郁鴨血汁作基底，間拜共入干邑、白蘭地、牛油同高湯，喺劇烈火焰中熬製出最古典嘅壓榨鴨紅酒血醬，將呢種濃稠至極閃爛住黑寶石光澤嘅醬汁淋喺鴨肉上，一啖擺入口。嗰種混合咗野性肉香、烈酒醇香與牛油乳香嘅核蛋級味角辣炸，包你記成世。除咗呢兩大圖騰，專門嘅石錦烹教站仲長年供應皇家野兔同羅西尼牛排。皇家野兔係將野兔肉鐵底剔骨，內部填滿鵝肝與蔥露，用大量勃艮第紅酒同野兔自身嘅內臟血液，經過幾十個鐘低溫慢燻，最終呈現嘅肉質已經完全化為慕斯狀，風味之強烈，內臟之醇厚，令人難忘。羅西尼牛排則係以意大利歌劇大師羅西尼命名嘅傳世名菜，底層係一塊用澄清牛油煎至近乎完美嘅夏洛萊菲力牛排，頂層覆蓋住一整塊厚切嘅頂級鵝肝。當你喺口中將熱騰騰嘅菲力肉與喺舌尖瞬間融化嘅鵝肝油脂一同咀嚼時，嗰種極致幸福感會直接將你淹沒。如果話熱菜區展現嘅係 Les Grands Buffets 嘅深度，咁佢嘅冷海鮮區與甜點宮殿就係喺廣度上嘅瘋狂展示。冷海鮮區正中央常年矗立住一座7層大西洋龍鯊與冷海鮮乾冰巨塔，伴隨住如夢似幻嘅白色乾冰濃煙不斷傾浪，成百上千隻對半切開嘅冰鎮，大西洋龍鯊飽滿嘅諾曼，遞冷水黃道蟹、布列塔尼雪蟹腿堆積如山嘅法國，頂級海螺危子大扇貝，以一種無限嘅姿態陳列喺你面前。呢啲海鮮唔係嚟自囂遠嘅跨國冷凍貨櫃，而係由餐廳嘅物流專車每日清晨從附近嘅塞特港以及著名嘅阿哥德港直接運抵廚房。海鮮卸貨時仲識吞吐海水，隨即進入後廚嘅急速冰鎮清洗線。你會見到食客們端住蓋大嘅銀盤漿大豉，大豉嘅頂級魚子醬好似妥果醬咁抹喺冰鎮嘅龍蝦肉同蟹黃上，冰涼甘甜嘅冷水蟹肉配搭魚子醬喺舌尖爆開嘅鮮美汁水，再蘸一口後廚純手工打製嘅法式大蒜蛋黃醬，嗰種冰涼爽脆與極致細塊嘅乳化感係對味蕾嘅終極洗禮。當用餐進入尾聲，位於餐廳另一側嘅甜點宮殿會為你開啟。呢個係一個由鏡面華麗雕刻同過百種法式高定甜點構成嘅夢幻世界。由甜點總監尼古拉格羅斯坐鎮嘅甜點站，每分每秒都喺度上演視覺與溫度嘅戲劇。製作可火焰可麗餅時，大廚喺黃銅平底鑊中現煎出輕薄多汁嘅可麗餅，倒入新鮮榨取嘅橙汁同大量整級牛油出蘿蔔，嗰瞬間將一整杯干邑白蘭地鼓入
羅伯中，並瞬間引燃，衝天而起嘅金色火焰將烈酒中嘅酒精徹底揮發，只留低濃郁酒香與橙子酸甜，完美依附喺焦脆嘅餅皮上，熱烈而解煨。另一道考驗冰火兩重天控制力嘅古典甜點——火焰挪威蛋卷，內部係一塊處於零下18度嘅高級雲呢拿雪糕蛋糕，外層包裹住由主廚恨薄打發嘅蛋白霜。出餐時，大廚喺蛋白霜表面淋上高度烈酒，並恨薄點火。藍色火焰喺潔白蛋白霜上跳躍，劇烈燃燒30秒，高熱量被蛋白霜嘅空氣層完美阻隔，無法傳導至核心。當你一刀切落去，外層係滾鬆帶住焦糖香氣嘅溫熱蛋白霜，內裏卻係冰涼刺骨、細塊甜美嘅雪糕。呢種極端嘅溫度反差喺口中交融，堪稱最完美嘅謝幕。仲有一種被稱為漂浮島嘅甜品，漂浮喺雲呢拿卡士達醬上嘅雪球蛋白霜，頂端裝飾住主廚限薄用糖酵手工拉出嘅焦糖金絲網，視覺效果極度震撼。講到底 Les Grands Buffets 嘅傳奇係一場對現代快餐工業嘅華麗反叛。佢用統計學同運籌學將你不可預測嘅食算到毫厘，用30米長嘅世界紀錄、芝士同純銀壓榨壓機為流水線注入靈魂同儀式感。但悖論在於，當你嘅胃容量變成精算表上嘅一個參數，呢種極致嘅餐飲自由底裏其實係一場溫柔嘅被安排、工業化嘅效率，反過嚟保護咗嗰啲喺快餐時代本應消失嘅匠人溫度，同時又將人嘅個性簡化成概率曲線。不過，企喺嗰座龍叉塔同芝士博物館面前，你呢刻根本懶得深究，你只係想知，如果俾你一張免排隊即到即食嘅夢幻入場券，你會由邊度開始進攻？係一口氣挑戰齊111種創下世界紀錄嘅芝士，定係先食3碟羅西尼牛排再講？留言區話我知你嘅作戰計劃。鍾意呢趟後廚探秘嘅話，記得讚好同訂閱，一齊發掘更多康復你想象嘅神奇廚房。